心伫南投的消息，南投有一间人家厝，可能是因为新明厅导火线火烧厝。南投市玉乐路昨暝7点外，一间杂货店，这楼尾顶入新明厅导火，火烧到尾，佫烧到隔壁2间厝。厝内住一对翁仔某，甲伊个70、80岁这个老先生，因老爸呢，因为伤老啊，惊一个煞惊袂叮当。家在相队员真勇敢，入到火场，将这老先生甲挨出来，人无啥要紧。 透天厝楼尾顶导火啊，火势非常大。里面还有人吗？有，快叫他们出来啊！厝主真着叫非常惊，想到厝内人也伫内面，赶紧冲入去。消防队赶到现场，赶紧搭推到2楼，准备救人。大火是愈烧愈猛，还阁烧到隔壁2间厝，附近的居民真紧张，冲出去赶紧刷车走。没，不要在里面。导火地点伫南投市玉乐路一间透天厝，1楼是开杂货仔店的。暗时7点外，厝主甲太太还阁有伊的老爸，拢伫厝内发现楼尾顶导火啊，一家伙3人见逃命。老爸走袂叮当啊，被消防人员挨出来。他是烧神明厅啊，他已经全面燃烧。 消防员初步研判导火点是伫楼尾顶的新明厅，不过在当时厝内所有人拢及时逃生。这导火原因，警消人员已经咧调查。